大家好，歡迎嚟到 BuzzMe Channel。今集想同大家講一間你可能未聽過，喺香港出現咗大概10年時間，但係香港巴士歷史入邊扮演咗一段幾重要嘅角色。呢間巴士公司唔單止延續咗香港退役巴士嘅壽命，亦仲提升咗其他城市巴士嘅載客量，而且仲曾經為香港嘅巴士保育出過一分力，收藏咗唔少嘅退役巴士。今集我哋一齊重溫呢段消失咗嘅巴士傳奇——必達巴士。睇片之前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撳埋個鐘掣，總用 Super Thanks 支持我。好 ，Let's go！ Riding the bus, my spirit feels so l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See smooth window shining in the night. Ride on the bus and enjoy the journey of life. 必達巴士由劉先生創立，大概喺1988年嘅時候開始運作。英國嘅 Stagecoach 好快亦都加入咗，成為股東之一。呢段時間正值係香港巴士新舊替換嘅高峰期，有好多香港嘅舊巴士陸續退役。對一般人嚟講，呢啲退役巴士就好似一堆廢鐵一樣。但係劉生嘅睇法就唔同啦，佢見到嘅係商機。你發現當時嘅中國大陸裏邊，好多城市交通需求急升，佢相信雙層巴士就可以大派用場啦。加上香港嘅退役巴士大部分性能同埋機件狀態都非常之好，於是佢就透過必達巴士主力收購香港嘅退役巴士，進行翻新改造，然後免費再提供俾中國大陸嘅唔同城市，而佢就利用呢啲巴士做大型嘅車身廣告賺取收入。所以對一般香港人嚟講，冇聽過冇搭過，對佢完全陌生都實屬正常，因為佢主要嘅業務就係改裝巴士，進行出口貿易。必達巴士最主要嘅市場就係中國大陸。當年好多九巴同埋中巴退役之後，經過必達嘅翻新，例如將落車門改到右邊，翻油過車身之後，就會運送到去深圳、廣州、大連等等地方繼續佢嘅載客任務。有部分未上廣告嘅車身呢，佢就會分別上咗 Stagecoach 嘅巴士車身顏色，同埋後期同廣告公司合作嘅通達巴士車身色彩。呢啲白色嘅車身配合斜角嘅線條，相當搶眼。為數百幾部來自香港嘅退役巴士，由外觀去到載客能力，為唔同城市嘅巴士服務帶嚟咗新嘅氣象。不過佢嘅業務唔單止咁簡單，佢哋仲參與咗非洲馬拉維嘅巴士服務計劃。同樣地，佢哋都收購咗香港嘅退役巴士，當中包括咗幾十部嘅長牛，同埋幾部嘅豪華亞比安，將佢運送到去非洲進行翻新，令到香港嘅退役巴士遠達非洲都可以繼續佢哋嘅生命。佢哋重新披上咗 Stagecoach 嘅車身色彩或者全車身廣告，對當地嘅居民而言，呢批雙層巴士就好似一部新嘅巴士一樣，帶嚟更好嘅服務質素。就因為必達巴士嘅概念，結果香港嘅退役巴士最後尾咧，竟然去到遠達非洲，都留低到佢哋嘅腳印，可以話係香港巴士史上邊別具意義嘅一頁。雖然佢一直都係做呢個嘅出口生意，但係必達巴士亦都曾經嘗試加入呢一個嘅專利巴士嘅主舞台。喺1992年，中巴嘅營運表現越嚟越差，政府就準備收返26條巴士路線重新招標，而其中一間投標嘅巴士公司就係必達巴士。必達巴士雖然靠英國嘅 Stagecoach 作為強大嘅後盾，當年如果投標成功，喺英國調動巴士，或者將原屬英國嘅新巴士訂單改投香港市場，
亦都非常之方便。雖然擁有呢一個嘅優勢，但係可能佢建議嘅巴士票價偏高，加上佢哋喺香港缺乏咗營運大型巴士服務嘅經驗，所以最後尾呢次嘅競投係失敗咗。最終巴士路線嘅專營權就由城巴投得，亦都因為呢一次嘅競投失敗，令到必達巴士無法成功轉型，同時亦都成為咗公司由盛轉衰嘅重要分水嶺。競投失敗之後，1993年 Stagecoach 亦都正式退出咗必達，公司嘅業務亦都開始走下坡。根據網上嘅資料，93年劉生捲入咗一宗巴士買賣嘅糾紛，而因為呢單案件，最後尾被判入獄2年半。佢出獄之後，其實呢仲喺巴士界入邊有短暫嘅回歸。喺1998年，新巴接手中巴嘅專營權時間，需要短時間內更換大量嘅站牌、站柱同埋路線資料盤等等，而呢項工程就正正俾咗必達巴士，相信亦都係必達巴士結束之前嘅最後一次任務。除咗做生意，劉生其實都係一位巴士迷，所以必達巴士一段時間會將一啲稀有、特別或者一啲別具歷史價值嘅退役巴士儲起嚟。而我當年亦都曾經有朋友喺唔同時間帶我去過必達巴士嘅車場附近，記得第一次呢，就只能夠喺呢個嘅鐵絲網外邊見到3部曾經屬於九巴嘅珍寶巴士。睇呢幅相見到分別有圓頂寶、平頂寶同埋九巴當時特別車身設計嘅尖頂寶。我哋可以見到每一部巴士重新翻遊過去唔同年代嘅色彩，而呢3部唔同外殼嘅巴士，正正就展示到九巴珍寶車隊嘅特色。之後隔咗一段時間，必達巴士嘅車場亦都搬走咗。我就喺朋友嘅帶領之下，去到香港新界近住邊境嘅某一個地方，今次就可以喺停車場外圍睇到必達巴士嘅大部分收藏品。除咗頭先講過嘅珍寶之外，仲有香港唯一一款前置引擎、3軸12米巴士、中巴嘅艾莎富豪，另外仲有為數不少嘅平頂寶、九巴嘅工程車，仲有九巴勝利2型。呢一處亦都見到有 Dana A， 亦都有中巴短陣嘅豪華阿比安巴士 AM1， 甚至乎有來自英國嘅倫敦寶。呢張相就見到幾部中巴擺埋一齊，除咗有幾部珍寶之外，亦都有街牌紅番頭。一時之間見到咁多經典巴士拍埋一齊，可以話係大開眼界。唔單止咁樣，偶爾經過呢個杏花村附近嘅路邊，竟然俾我見到披上咗必達巴士車身色彩嘅前中巴街牌紅番頭。佢除咗車身色彩改過之外，大部分地方都仍然擁有中巴嘅痕跡。當時必達巴士俾佢嘅編號係 GA1。我哋睇下呢部街牌唔同位置，一齊回憶下舊時。除咗呢部街牌之外，有段時間亦都見到部圓頂寶出現喺附近嘅露天停車場。喺白色嘅必達車身外邊印咗緬甸嘅英文。我哋可以估到呢兩部巴士亦都係曾經準備運去其他國家繼續服務嘅巴士。但係佢哋最後嘅命運係點樣呢？究竟最後係成功咁樣運送到去其他國家繼續服務，定係最後會唔會因為必達巴士嘅結束而令到行程無法成行，暫放街邊，
最後咧由湯車場接收，以湯車收場啦。最終佢哋命運如何，我哋咧就無從稽考啦。對於我哋巴士迷嚟講，呢啲珍藏簡直就係我哋嘅寶庫。好可惜呢段收藏嘅時期只係維持咗幾年。去到1999年嘅時候，經過咗競投專利權失敗、Stagecoach 嘅退股同埋官非嘅前身，加上中國工業嘅生產力大幅提升，久違以國產巴士取代香港嘅二手巴士，劉生突然之間喺巴士圈裏邊銷聲匿跡，冇再出現過，亦都冇再做巴士嘅貿易，冇參與過任何嘅活動。喺當年有唔同嘅傳聞，有啲人話佢移咗民，有啲就話佢捲入咗另一宗嘅案件，甚至有傳聞話佢病重過身，而佢真正嘅去向就真係冇人知道啦。而隨住劉生嘅銷聲匿跡，佢曾經收藏過對香港別有意義嘅經典巴士，大部分都去咗湯車場，一格又一格嘅經典，最尾俾人拆散、壓扁，變成咗廢鐵。最後我哋只能夠喺相片裏邊回憶翻。必特巴士雖然喺香港出現過好短嘅時間，但佢做過嘅業務，出口巴士、保育巴士或者協助新巴接管中巴嘅一啲工程，都係香港巴士發展史裏邊其中一個重要嘅章節。令人可惜嘅係，香港冇完善嘅巴士保育政策。如果當年有一個巴士博物館，可以提供到場地維修保育、擺放退役嘅舊巴士，就算當年必達巴士結業，佢收藏咗嘅經典巴士都仲會有俾人保留嘅機會，都可以俾大家睇翻佢嘅實物。但係而家就好似必達巴士一樣，只能夠成為一個腦海中裏邊嘅回憶。今集必達巴士嘅故事就完結啦，下一集我哋再見，拜拜。